Hello， 大家好，又去到美股前瞻嘅時間。美股咧最近咧亦都見到明顯咧三大指數嗰方面咧，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有一個明顯嘅回調，反而道指嗰方面咧，琴日亦都係出現一個陽燭收市，就嚟逼近翻咧今年2至3月嘅高位，大概5萬點以上嘅水平。嗱，最近資金流嗰方面咧，有明顯咧就係流出一啲科技股嘅市場，而流入一啲舊經濟股嘅板塊，因為最近市場咧都係將個焦點放喺美債息嗰方面不斷攀升。自從我哋見到咧美國咧公布嘅3月份同埋4月份嘅經濟數據亦都好轉，而且亦都見到勞動力市場嗰方面咧稍為穩定，而核心通脹嗰方面亦都有個明顯嘅提升。到依家紐約期油咧亦都係企穩喺每桶107蚊樓上呢啲位置，油價高企啦，市場咧亦都擔心咧今年下半年咧美國咧減息無望，加上美聯儲主席咧就係鮑威爾咧已經正式卸任，暫時可能會擔任呢一個臨時主席，但係沃什極有可能咧就係下個月咧會主持翻呢個美聯儲嘅議息會議，咁所以市場咧亦都會解讀翻咧沃什咧對於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咧稍為審慎一啲，有機會咧可能會收緊利率，咁所以見到咧債息嗰方面嘅飆升嘅情況之下，30年期美國嘅債息已經飆升到5.1% 樓上呢啲水平，咁所以咧市場亦都擔心咧呢一個流動性收緊，金價咧亦都有一個顯著嘅回吐，下一個位置有機會測試每盎司4404蚊美金呢一個位置，所以如果真係撈金嘅話就唔好太急住啦。嗱，如果要睇翻美股市場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只要睇翻債息回落，令到市場嘅流動性充裕翻。另一方面都要留意翻咧，就係禮拜三今晚咧就係英偉達咧會公布佢嘅業績，市場預計咧英偉達嘅業績咧會做得好過市場預期啊。不過咧相信喺個業績發佈會裏面咧，一啲嘅分析師會集中問翻咧今次咧黃仁勳嘅訪華之行，究竟對於 H200 芯片咧就係拓展去到中國市場嗰方面嘅情況係點？嗱，今次咧訪京之旅嘅時候啦，之後我哋見到咧有啲消息新聞指咧，就係內地嗰方面准許阿里巴巴、騰訊等等嘅科技公司咧採購咧英偉達 H200 嘅芯片，但係有關嘅消息未得到證實，而且見到咧訪京之行啦，英偉達嘅股價咧連跌咗2日㗎啦。咁我亦都建議咧投資者可以考慮下咧喺英偉達公布業績之前咧就係先鎖定部分嘅利潤，因為市場嗰方面應該會質疑翻咧就係今次訪京之行究竟可唔可以舒緩到英偉達喺呢一個 H200 芯片咧嗰方面嘅收益，或者喺開採嗰方面嘅程度，咁可能咧對於中華嘅嗰方面嘅盈利預測咧可能會有所收窄。另一方面咧，市場亦都會將啲嘅重點當然咧就係放喺 Amazon 等等啦，亦都會同樣公布業績。另外咧就係最近咧市場資金炒翻一啲嘅太空軍工相關嘅航天板塊，因為咧 SpaceX 原先咧就係預計6月底上市，依家咧就推前，有機會係6月中上市。市場咧亦都估計咧佢嘅估值咧一上市之後咧有機會咧就喺市值上咧已經超越咗甲骨文啦。咁所以一啲太空相關嘅一啲概念股板塊，譬如 RKLB 啊呢啲已經前期有一個明顯嘅炒作，但係 Tesla 咧反而個股價咧有個明顯向下嘅情況，暫時睇翻咧支持為402蚊呢一個位置。本人為證監會持牌人，並沒有持有以上嘅股份。